各位街坊，咁我哋今日咧就傾下特朗普啊，特朗普呢個人嘅個性啊，或者佢啲風格啊，同埋佢背景啊。咁特朗普我哋可以數下，佢係美國總統啊，近代史裏邊美國總統唯一一個佢係讀工程出身嘅。你哋可以查下，其他啲總統都係讀文科，主要都係讀法律出身嘅。無論克林頓啊、奧巴馬拜登啊，係咪？咁樣。特朗普佢係讀工程出身嘅，佢亦都係美國藤校嘅畢業嘅，即係佢係 Penn U 就係賓夕法尼亞州大學啦。咁佢係工程背景藤校出身，咁佢讀書應該係好唔錯，讀工程嘅。咁係唯一一個讀工程嘅總統，所以佢做事嘅風格，佢個思維方式啊，佢處事方式咧，佢就唔一樣啊，同其他嗰啲美國總統係嘛？另外一個咧，佢就好中意東西方嘅古典嘅文化，佢好中意小提琴啊、鋼琴啊、歌劇啊、意大利歌劇啊，佢好崇拜呢啲古典嘅西方文化，同埋中國嘅古典嘅東方文化，佢好中意、好欣賞中國文化嘅。咁佢對《孫子兵法》咧更加係非常之崇拜欣賞嘅。咁樣佢最大特性就係《孫子兵法》嗰句兵者詭道也，兵不厭詐，係咪？咁你而家睇到佢出兵啦，係咪？個個都認為唔會打嘅。唔會嗰個時候打嘅，佢就偏偏嗰個時候打你，你根本意識唔到，即係你根本唔知道佢點樣，佢咩時候出兵，係咪？所以呢樣嘢佢就係出其不意，即係對於《孫子兵法》嗰個出其不意咧，佢係可以講係掌握得爐火純青嘅。咁呢一樣嘢特朗普對中國文化嘅理解，對《孫子兵法》理解，響佢從商啊、從政啊、響軍事上啊，對佢影響係非常之重要嘅。呢樣嘢係提醒。即係大家街坊注意下。咁另外一個佢個搭檔就內塔尼亞胡啊，兩個係難兄難弟，都係喺埋一齊嘅。咁啱內塔尼亞胡亦都係讀工程出身嘅，亦都係藤校，美國藤校仲犀利，麻省理工 MIT 嘅高材生。內塔尼亞胡係讀工程嘅。咁呢兩個工程出身背景嘅政客啊，國家領導人，以色列嘅美國領導人喺埋一齊。佢哋溝通肯定係冇問題啦，思維方式都冇問題啦，冇乜嘢障礙，大家諗嘢都係嗰個思維方式都一樣，都係讀工程嘅，係咪？咁樣同埋即係話大家即係響處事嘅態度啊，即係處事啊，同埋各方面啊，應該係響智商啊、能力啊，都係響一個級別上，所以就冇咩溝通嘅障礙。所以咁啱得咁巧，內塔尼亞胡咧拍住佢。亦都係工程背景出身，亦都係美國藤校，所以咧呢樣嘢係值得我哋關注嘅。所以點解而家伊朗